爱的主上帝，阮的天父，伫大感谢的时阵，阮要献上阮的感谢，感谢上帝收赐你的独生囝耶稣来到世间，因伊的慈爱救赎阮，因伊的智慧包容阮。耶稣是上帝你送互阮上大，嘛是上宝贵的礼物。这个礼物，互阮有平安，互阮有盼望。阮嘛要将遮尔好的礼物送互阮的爸母、阮的兄弟姊妹，甲阮的朋友。当阮将礼物的种子传出去的时，请主看顾，阮会时时压水，时时陪伴。请主掌权，感动阮的亲友，互因将心门拍开，欢喜接受礼物内底耶稣的祝福。愿主的平安临到阮所关心的家人，愿你慈爱的恩典赏赐互阮。阮将阮所有的一切完全交托互全能万能的主，请主保守看顾，引带阮走向得胜的人生。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